我打爛咗公司養咗3年嘅熟泡壺，同時嘅一個問題令我重新思考乜嘢係沖茶。話說有一日接完一場品茗體驗，我開始清理緊啱啱用完嘅壺，我將啲水倒入廢水桶嘅時候，另一隻手又諗住開蓋睇下水煲有幾多水，結果一轉身上嚟就Oh no！爛咗啊！No！我嗰下真係呆咗。呢隻壺由太古陪住我哋返葵興茶室，再到而家嘅上環養咗3-4年，到今日就俾我打爛咗啦。其他同事知道咗之後，反而問咗我句説話，令我嗰下突然間醒咗。佢問喺咁多款茶具入邊，點解唯獨是紫砂壺要講求一茶一壺呢？身為茶藝師嘅我，梗係知道點解要一茶一壺啦。紫砂嘅雙氣孔結構會吸收茶味啊嘛，呢個問題根本就係基本常識。但係而家諗深一層，一茶一壺其實係一份禮物。而家嘅生活有太多資訊同干擾，我哋成日都以為自己可以短時間內處理多件事，結果最後咪又係搞到一鑊泡。我哋做事唔係為咗完成件事，而係要做好佢。今次我打爛壺，正正係因為我同一時間想做2件事，嗰一刻嘅唔專注就摧毀咗幾年嘅養壺成果。一茶一壺就係提醒緊你一次一事，唔好急，專心一件件事咁做，咁先至係做得最快同最好。而家諗翻起，沖茶可能唔係沖到一杯靚茶咁簡單，更加係沖洗緊自己嘅內心，透過茶呢個媒介去修煉自己嘅性格。